各位 Art Talk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叫做許芳華，係香港嘅新媒體藝術家。我嚟緊咧係喺油街實驗入邊有一個個展叫象極鳥花園，歡迎大家嚟參觀。咁呢個頭髮嘅裝置咧，其實亦都係同植物嘅根有一個聯想啦。佢係會有一個 slot 喺度，係會打開咗，入邊有鏡射嘅部分。洋蔥眼家族係同藥效形象書入邊講嘅，關於有一種花係可以醫治眼嘅疾病。而呢個家族入邊咧，佢哋唔同嘅成員，其實佢哋嘅外貌都係有啲唔同嘅特徵，希望係擁抱呢個每個人嘅獨特性呢個部分。咁呢個作品咧，其實係表達對我爸爸嘅思念啦。但係我想同觀眾分享嘅都係人生命入邊必然會遇到嘅一個情況。佢只係一個好超喺度休息緊嘅人心嚟嘅啫。咁你會見到佢呼吸啦，同埋偶然佢嘅觸鬚喺度會喐動。最後呢一間房咧，其實就係關於希臘神話入邊石榴嘅呢個糖衣陷阱故事嘅。石榴籽嘅排列咧，同人嘅牙齒係有種共通性。咁所以佢哋覺得人嘅牙發炎嘅時候係可以用石榴嚟醫治。咁所以我就將佢啲石榴籽咧排到好似牙齒咁啦，跟住佢係會跟住啲音樂喺度跳動。咁觀眾可以嚟到呢個空間嘅時候，坐喺大粒嘅石榴籽上邊去欣賞有關嘅音樂。